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国内新增加20例武汉肺炎境外泄露来病例，其中新增的是一例长5岁的小儿也。也国内累计病例数已经证实超过200例，来到215例。韩国地确诊的患者当中，有2个对境外泄露来个案，又出现是同时莫名是韩国有批唔到免疫症头。感染科医生表示讲，也表示病毒有可能会攻击神经系统，基本线上看的世界都有可能会冇注意到。行政院预算下礼拜会针对纾困经费整理各部费经费，预算会再增加400亿元。韩国有头一摆嘅提配预算，总共会是1000亿元来纾困。不过有地位争议，还系太少。苏贞昌近日咪批评中国，系讲一开始唔暗抗疫情就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得到警告。相信疫情的危害唔会按严重。本台无可证病例屏东县第25几年未出现的条例，近比还增加2例。面对疫情新嘅咧，为伫屏东举行全中运，开始受到地方居民的争议。东首都是节全国县属同高联，总共会有16300人去到屏东，被变做大型群起的防疫压力。屏东县总排名外未建议中央为暂后来判。教育部表示讲，下礼拜四会宣布清明嘅天。人力银行业者公布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航空业进行的调查报告，发现有500家劳工动手为了无薪假，有400的劳工动手受到疫情影响会本人裁退。医疗企业普遍都按算，疫情疫情影响时间，多元至少会有3.9年，已经有100家产业就唔会抢人。疫情案例外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不用先前采访到新型冠状病毒过后，也从明到从明外美国天采访到的。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接触到感染医生对筹备实施第5卡隔离办公，好消息是加检测结果已经出来嘅，是阴性的。然后因为为了监测疫情，卡做疫情宣布，全国会实施3礼拜禁止大家中的青菜出去乱走相关的命令。